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劝勉。圣经虽然是记载上帝的救赎计划，救恩也是基督徒追求敬拜上帝的终极目标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圣经里面充满了劝勉。那是因为人有人性，总是会有软弱，经常离开上帝的道路。又因为上帝是怜悯的、慈爱的上帝，所以就差派呢，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勉。许多的信仰长辈对于后代也有许多提醒与劝勉，就如同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所记载的。雅各召集他的儿子们，对他们说：到我前面来，我要把你们将来要遇到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啊，你要一起来，要听，要留心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我的长子吕便啊，你是我的经历，你是我成年人之后生的第一个儿子，是我最强壮、最值得骄傲的儿子。你像洪水泛滥，控制不了。你跟父亲的妾同床，侮辱了你父亲的床榻，所以你不能居首位。西缅利未是难兄难弟，他们同谋以刀剑行凶，我不参与他们的阴谋，不跟他们同伙，因为他们在烈怒当中杀人，任意砍断牛的腿筋。他们暴躁愤怒，该受咒诅；他们狂暴残忍，该受惩罚。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的家族，我要使他们的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。犹大，你的兄弟要称赞你，你要掐住敌人的脖子，你的兄弟们要在你的面前下拜。犹大像少壮的狮子，扑取猎物，回到洞穴，他伸直身子来躺卧，谁也不敢惊动他。犹大将始终掌握王权，他的后代要长久统治，万国要向他进贡，万民要向他跪拜。他把小驴拴在葡萄树，拴在最好的葡萄树上。他的葡萄酒多到可以洗衣服，葡萄汁可以洗长袍。他因饮酒而双眼发红，他因喝奶而牙齿雪白。西部人要住在海边，他将成为船只停泊的港口。他的领土伸延到西顿。以撒家像粗壮的驴，蹲伏在羊圈之间。他最喜欢安定的地方，爱好肥美的土地。他屈肩负重，被奴隶做苦工，但要统治自己的子民，像以色列其他的支族。但要像路旁的蛇，小径边的毒蛇，他咬伤马蹄，使骑士往后坠地。上主啊，我等候你的拯救。迦得被强盗来袭击，他却要转身追赶他们。亚瑟的土地是丰饶的粮食，他有美食可供奉君王。拿弗他利是奔放的母鹿，他生下可爱的小鹿。约瑟像泉水旁的野驴，像山冈上的小野马。敌人猛烈攻击他，以弓以箭追赶他，但是依靠雅各大能的上帝，他的弓仍然坚硬；依靠牧人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的手背仍然有力。是你父亲上帝的帮助你，全能者上帝赐福给你。他赐给你天上的甘霖，地上的泉水，牛马成群，子孙众多。他使你五谷丰收，鲜花常开，有亘古的山冈，永在的峻岭。愿这一切福泽降在约瑟的头上，降在兄弟当中最卓越的那一位身上。便雅悯像凶猛的豺狼，他清晨吞食猎物，晚间瓜分掠夺品。以上是以色列12支族之父临终时对每一个儿子所说的话。他用合适的话祝福每一个儿子。雅各吩咐他的儿子们：我快死了，快到列祖那里去了。你们要把我跟我的祖先埋葬在一起。
在赫人与弗伦田间的一个洞里，这个洞是在迦南，是曼利东边的麦比拉，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下来做坟地的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葬在那里，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也葬在那里。我也把利亚埋葬在那里。这块土地和洞穴是从赫人买过来的，你们要把我葬在那边。雅各交代他的儿子们这些话之后，就躺下，气断而死。在新约的记载当中，保罗是初代教会最重要的设立者以及劝勉者。特别是我们看到，在面对问题众多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，他提出了很多的教导与劝勉，也特别的我们看到了所熟悉的爱的真谛，也是出自于保罗的劝勉。对于教会里面的纠纷，保罗有他特别的劝勉，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第11节，他对哥林多教会提出的劝勉。他说：你们信徒之间如有争论的事，怎么敢告到不信主的法官面前去，而不让信徒替你们解决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信徒要审判世界吗？你们既然要审判世界，难道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小事情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世上的事呢？那么如果有这一类的纠纷，你们要让那些不足为教会所重视的人来处理吗？多么的可耻啊！难道在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替信徒解决纠纷吗？你们当中竟然有信徒控告信徒的事，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证明了你们完全是失败的。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冤枉？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？你们竟被如此的冤枉人彼此亏负，连对自己的同道们也是这样。难道你们不知道邪恶的人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吗？不要欺骗自己啊！凡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、亲男色的、窃盗、贪婪、酒醉、毁谤人或是勒索人的，都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前正是这样，但是你们已经被洗净，已经被圣化归上帝，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上帝的灵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要谦卑，心里要柔软，要能够听劝勉，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才能够得到救恩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在绝望当中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，谁能逃脱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我信靠他的话。我仰望主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啊，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，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。感谢慈爱怜悯的上帝，差遣信仰的前辈、教会的牧长时常的提醒劝勉我们，使我们有机会回转，走向上帝的正道上面，来领受主的救恩。求主帮助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